爱困可能，何罗我主永远无变，祝福人类大温暖。何罗我主，何罗我主，永更不变大福。主必黎明因爱的悲，灾难乱就快收尾。因以温柔星球破烂，幽暗拖出尽苦难。哦罗称赞，哦罗称赞，哦罗主听高永远。所以我们来吟信息119首，上帝囝基督。上帝的囝基督，因罪万好冤仇，常常赐阮赐福，亲手倒水长流。感我的心脏，我的嘴，感谢我路救主恩惠。上帝主必仁爱，永远拢无变换。天顶慢慢盛世，这是乌路唱歌。咱人受阮比因较深，应该感谢因发热心。早我无对无食，离开有阮远远。耶稣变行空野，催我带我倒转。伊路无回放三家己，求我灵魂因我无死。回应的是581首，救主耶稣万好本源。求主耶稣万好本源，困求阿罗听称赞。主事有会眉目听旨，大声音心来赞美。我心阿罗拢无是一体，呼海声音到天顶。上帝听堂恩惠极大，应该感谢拢无线。时时刻刻纪念主恩，做主路引那阮困。受主保守直到现今，愿我会听主声音。我若行到危险路途，耶稣因带行正路。主路保护救我心灵，因使我到天地。我受恩爱极大极深，每假日吹撇我心，对待以后长我心情。一心听主受改变，离开失败黑暗高高，日日个灭的所听在，困求我出因我的命，我主应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弟兄弟我们感谢欧罗利因为天气无好疫情嘛足无好，不过阮有这个事你掌管这一切你要使阮平安，要使阮对你来的平安，阮被感恩来感谢你的听甲一切感谢你
互我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你的疼你的平安嘛伫这个主要所祈祷的告我，我嘛得到永远的命。我嘛感谢你赐下信心到基地，因带阮打开阮的心门，通接受你的教示，互我更较明白对各人的旨意。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的权势宽过一切。借着你的权势，外靠你的慈悲，互阮维持健康平安。阮来恳求，伫即摆疫情的内面，互所有的人拢通用谦卑的心来谨慎注意，互病毒毋通接近阮，特别是伫阮中间的老王的囡仔。上主啊，我满心学了你满有怜悯恩典、恩典，你嘛了解阮的软弱。阮祈祷愿望，你互阮的软弱通变作光荣，提起阮的重担，互阮力量，通伫世人面前宣扬你的真理福音，用互相听从顺服，伫世人面前来显明你的荣光，互世界人搁较明白你的真理，通来倚靠你。阮下暝时间，请你看顾，请细心甲阮支持，开阮的心门，听你对阮讲话。我讲的、听的拢是着感动。安尼感谢祈祷，拢是互耶稣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来交读启示文，第6篇，嘛是诗篇16篇。我祈祷，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这些去对别人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无参与因的限制。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未甲我放撒伫阴间，这些你捌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
咱撒迦利吟圣诗第119首，上帝主基督，这首咱大家坐咧来吟就好。圣诗第119首。上帝话语，咱读圣经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4节，我来读，我用台语来读。上主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恁老爸家，去我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受敬重。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互因；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亚伯兰照上主的吩咐，就出去。罗德嘛甲伊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75岁。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过来请圣歌队学老，因要所念的诗歌是《伫主内无分东西》。
接下正道，阮请台山教会是中部布农总会吼，达那比马牧师来台湾正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使人蒙福，啊，阮请牧师。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今仔日是咱总会所定的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本人代表学院董事会甲迄个布兴达理院长以及郑书生要甲大家请安甲报告。嘛伫遮感谢贵教会伫一直以来。对学院的支持甲带导，去年阮学院收到贵教会有107318块的奉献，相信恁所付出的关心，拢会成做上帝国事工上水的见证。因为嘛有恁安尼对学院坚持佮无条件听的这个支持，互学院对头到尾。真有信心，要用原住民的主体继续来推动神学教育甲宣教。阮嘛确实，互原住民的宣教事工感受到真大的恩典甲鼓励。伫阮的祈祷当中，阮嘛确信这是上帝的灵借着正教会，伫做水的水的工、水的见证。伫这个几档内面，学院完成真济的这个事工，包括着完成综合大楼的起建，以及迄个查甫宿舍的这个整修，以及有上农场的人寿会馆，甲夫妇宿舍以及老岁宿舍的这个改建。所以伫遮个代表学院。咱的兄弟姊妹，咱的正教会，感谢恁的支持甲奉献。阮嘛相信上帝要祝福伫恁手中所做的所有水的工。另外，伫今年的总会通常年会嘛正式通过，伫今年的8月开始，由我的有干牧师张秋雄牧师。伊要接任玉山新学院第12任的院长，继续引带玉山新学院的神学教育。毋望贵教会的兄弟姊妹继续支持玉山新学院。这是学院的请安。这时我要请咱的同工帮我播这个请安的影片有5分钟的影片请咱来。秉持着以基督福音为根基，透过神学教育、音乐培训，互阮伫教会甲社会服侍，要来实现上帝国。玉山神学院本院的神学宗旨，乃是为原住民族生活实况来解说信仰、参与宣教。学院请安，布兴大理院长，感谢上帝，伫去年疫情扩大时。玉神会馆却是颠倒成长，感谢教会团体甲总会大型会议来玉神举办，加添玉山神学院服务甲回报教界的机会。互阮不时经验着福音真理，就是伫罗马书8章19节所讲的，被造物迫切地听候上帝正经日的显现。学院开放，教职员甲学生。学院开放，招生资讯。经费预算甲需求，特别需求，青汉学生奖助学金，师资培育事工，东台湾小型教会青少年甲儿童事工，增建老师宿舍工程，建推中心事工，学生伙食费，
普世教会国际原住民人才事工综合大楼银行贷款，学院用来逐种礼拜甲活动。玉神会馆家庭教会团体以约专线03-864-1251奉献专户，在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玉山神学院，邮局汇拨口座00606504006504。详情请参考奉献地资讯或者扫 QR code。多谢。我本身是原住民布农族，看我的身材，恁就差不多了解。这不一定是布农族的，短短我属伫中部中会，布农族三中会，花莲、台东迄边叫布农中会，南部高雄迄边叫南部中会，阮信义乡、仁爱乡这边叫中部中会。所以我属伫中部中会，我的故乡是望乡部落。唔知影咱大家敢有去过阮的部落？我是望乡教会，我的母会嘛是望乡教会。我的名叫练，但那边嘛是我的家族的姓。练练的意思是讲，这个名有伊的意义，是讲日头的光照到的所在。所以，甲我的这个头嘛会黑就光光安尼我的名就是练，但边嘛我进伫台中大肚山山顶有一间教会，阮中部中会都市的教会叫大山教会我伫遐服侍甲咱的教会同款阮的教会伫昨有紧急的这个应变，因为阮教会拢是来都市工作的这个会友伫早暗统计有3个人伫工作的这个环境受到这个确诊，所以阮早暗我用线上来开会，暂停实体礼拜，所以阮教会今仔日嘛是用网络直播礼拜。大家互相来这里带导。我相信咱的教会嘛是真注意这个疫情的变化阮长老甲我讲可能实体来礼拜人无够济总是拢伫厝的这个网络直播。有影伫这个困难的当中，咱有缘望上主来帮助咱特别伫今仔日有这个机会，要甲大家三甲分享这个上帝话。那今仔日
今早起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使人蒙福，互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这个主题总是我真意爱用不农族这个简单的这个诗歌我叫伊是八部合音的基本款八部合音的基本款来做咱开始的祈祷。这个诗歌叫做 Beskalopago。Beskalo Pago 意思是讲，对即马开始，慢慢啊努，我要用全心全力，力加达嘛，跟对主耶稣，默力力温暖，听人亲像听家己做咱的祈祷。总是我要邀请大家做伙来祈祷。较等呢，我Beskalo Pago，咱大家。总是伫迄个时阵因为即马咱现场的人无介济所以我邀请咱的圣歌队就教练的分布，迄个部分4步就好，嘿嘿嘿嘿。咱其他的兄弟姊妹就照恁的意爱，你若要唱啥物步，你就伫迄个时阵，咱来分布，好无？咱试看卖咱学的迄尔啦头前我来演唱预备，真水咱做伙来祈祷Beskalopago Marmananu Iskatama Malayda bunun感谢主上帝真多一个人三听个分享荣耀归上帝亲爱的主，我们用上水的同心合意的诗歌献给主，愿用诗歌来祈祷，恳求圣神运行伫阮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互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一个人的活命，若要久久长长，互人来纪念，实在是一件真水的代志。咱相信，会互人纪念，是因为伊伫活的时阵流露真水的脚印，敢毋是？比如讲，伫台湾的宣教历史顶面，咱真紧都会想到马偕博士、马雅各医生、巴克利博士，也是贾伟牧师，也是这前几年安息主会这个郭祖明牧师，等等这的信仰的前辈。当然，伫阮原住民的这个宣教历史顶面，阮嘛会真紧的想到，头路久有一个叫做宣教之母的一阮这个女士。我嘛相信，伫咱教会今年进入66档的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嘛有这款信仰的前辈，会常常互咱来纪念。我知影咱的教会这个简单的这个历史，咱对1956年对这个新德教会迄当中的这个培家运动分析，后面叫做南大陆教会南大陆教会。2年了后，佫迁徙到伫东大陆。后来迄当中发现讲，这个路名甲咱的教会名敢若无合，
无符合。后来伫这个1958年的时阵，改名叫做公园教会。后来经过最这个牧者甲迄当阵的这个长老执事的努力，伫1967年咱买到这个即卖的这个土地个起建现场一直到今仔日。当然这中间经过真济摆这个整建，因为需要不断的增建，一直到今仔日，咱看到咱的教会这个建筑的这个基础的设备拢真周全。感谢主，感谢主的恩赐。我看咱的这个教会历史，算一算，对一开始的这个翁天惠牧师。一直到咱的这个黄牧师，差不多有14个牧者14个牧师，伫因带咱这个66年的当中。当然，唔那是这个牧师，嘛有真济这个长老执事，伫这个过程当中，拢真做咱教会真好的这个信仰的前辈，帮助咱。不只是咱头拄所讲的台湾历史的这个宣教历史当中的这人物，或者是咱教会这的信仰的前辈，这的人拢留落真水的脚业，相信伫久长以来，拢影响真侪人的生命，是咱值得来学习、来纪念。这的信仰前辈，相信嘛，真多。即嘛，咱会使讲享受这个会使纳凉的这个教会，头前遐个人的种树者，种树仔的头前遐个前辈，因留落真水的信仰的这个成果，上帝恩赐因。后来真做咱即嘛后辈的人，咱来怀念。上重要的是，咱来学习。今仔日，咱嘛相款要借着以色列人的祖先，也就是信仰的伟人亚伯兰的生命的见证，要甲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使人蒙福，互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咱借着经文，咱来做伙来思考。亚伯兰到底有甚物款无相款的生命的特质，互咱来学习。上帝呼召，第一个上帝呼召。经文当中，上帝对亚伯兰呼召有一个要求，有4个应允，咱简单甲伊筛选起来。上帝对亚伯兰有一个要求是讲。你要离开你的本族，你要离开你的本土，你要离开你老爸的家，而且要前往一个唔知影名的所在。迄当阵经文嘛真清楚甲咱讲，只是讲要到上帝所指示的所在去。上帝要叫亚伯拉罕去迄个所在。4个应允，第一个。是要互你成做大国，第2个要祝福保护你，第3个互你有名声，第4个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亲爱兄弟，上帝呼召，确实是互亚伯兰一个真大的信心的考验甲挑战。嘛会当讲是一个真严厉的这个代志，很严格的事。安怎讲？因为要叫伊离开伊的故乡，离开亚伯兰伊的这个亲族，甚至是要离开伊的父母亲的亲人。通讲是一个敢若真无情，要断绝一切所有的，要离开伊所安稳的家，要到一个毋捌去过的所在。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决定。为什么？因为要面对的是全新要对头到尾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而且
咱对经文咱真清楚了解，迄当阵阿伯兰已经75岁，已经75岁。那用现代人的年岁来讲，哇，这75岁都领老人年金，凉凉伫厝就好啊！哦，享受这个退休的生活。总是上帝伫迄时代真奇妙好调，就临到阿伯兰。那照经文咱来想，那用人的想法来想，哇，已经活到75岁啊！伊的某撒来嘛，差不多因差不多差10岁，差不多65岁，无生囝，不生育，连一个囡仔拢无，倒位有多子多孙，敢有可能有子子孙孙？迄当阵。哪有可能要成做大国？搁要叫阿伯兰离开伊的本家，实在是一个真冒险的代志。因为头前的道路，唔知是生还是死，搁唔知影。我怎样要，互人因为我家己来得到福气？这是咱照人的想法来去看这个上帝呼召阿伯兰，总是这实实在在是上帝对阿伯兰的这个应允。后来咱看到阿伯兰对上帝回应是，中文来讲深信不疑，轻信无犹豫，轻信无犹豫。伊尊主最大，完全顺服上帝呼召离开哈兰迦南地来出发，伊当阵唔知影什么所在，总是伊顺服上帝。后来咱看到经文的这个脉络来看，后来伊伫100岁生以撒，100岁，经过25冬的信心的听候，真无简单。上帝伫伊的这个信心的内底，伊听候的当中，上帝就照着应允赐福互伊。后来有影咱嘛看到伊后代，确实嘛成做以色列的大国。后来阿伯兰嘛有影成做阿伯拉罕，信心的老爸的这个名声一直流传到现在。各位亲爱兄弟，上帝对阿伯兰的这个呼召甲应允，通讲是对阿伯兰信仰的这个要求。总是当咱读到这个经文，哇，一句话嘛对咱讲话，对咱现在的这个基督徒，嘛是有这款的对信仰生命顶面的要求，提醒咱顺服，并且确信上帝的话。就照上帝的，互咱的感动，伫伊话的真理内底，互咱有气力来照好照行上帝要咱做见证的生活。相信咱若有顺服，咱若确信上帝的话，毋那是你家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别人也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亲爱兄弟，我相信咱每一个人会来到咱的教会、公园教会，参与咱教会聚会，咱参与咱教会服侍。相信这嘛是上帝呼召你来参与伫这个社区顶面的传福音的事工。正着每一位兄弟姊妹，互咱这个社区的人，拢通认捌耶稣来得到福气，阿们吗？互人得到福气，使人蒙福。上帝应允阿伯兰，后名叫做改名叫做阿伯拉罕，信心的老爸。上帝应允伊会多子多孙，成做大国。伊大有名声了后，
经文后壁有一个真清楚的这个中心的使命，就是甲伊讲：你要互人因为你通分享对上帝来的祝福，必要你要互人因为你得到对上帝来的祝福。尊叹这个使命的人，要互更较侪人领受真侪福分甲应允。这个祝福，那亲像这个活水共款，流入伫愿意遵叹上帝话，佮照安尼行的人。台湾是一个族群真多元吼。真丰富的这个岛屿咱有荷兰人，咱有外省的这个新住民，咱有客家人，有客家人，咱有咱的政府所认定的16个原住民族。如果咱也包括到中国嘛有10族的这个平埔族群，台湾真正是一个真水的，敢若亲像这个万花筒安尼真水的这个岛屿，啥物拢有。无共款的族群文化，拢伫咱台湾这个岛屿，咱看到真丰富的这个族群。今仔日我真欢喜通代表这个玉山新学院，恁关心新学院的这个需要，关心这个原住民事工的需要，阮确实因为恁愿得到福气。上帝的祝福借着咱的教会分享予阮新学院。今仔日嘛是一个真好的见证，规教会通接纳一个咱无共族群，总是恁愿意帮赞无共族群的这个神学教育的机构。有当时我咧想咧，哇！我来到这个平地教会。帮赞代表这个玉山新学院来请安来募款，我想讲哇！恁的平地教会这个囡仔嘛无啥可能会去读玉山新学院，总是虽望咱互相族群无相款，可能嘛无啥熟悉，总是因为上帝疼，耶稣基督的疼伫咱的当中。咱通彼此的相听，咱嘛借着今仔日咱所读经文，咱学习阿伯拉罕的这个精神，咱学习要怎样互咱的生命领受上帝的祝福，来互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今仔日代表玉山新学院，过一摆辛恳邀请咱的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原住民的社会甲教会来关心甲带导。本院伫经过76冬，有影，伫这个过程当中，虽望面对着真侪这个困难，即马招生嘛愈来愈困难，招生越来越困难。相信嘛，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这个疫情大流行。这几年募款嘛受到影响，总是学院有缘要感谢上帝，学院有缘要我靠信心来为主来征战，因为阮知影玉山新学院对伫这个原住民的宣教事工是徛伫一个真重要的角色，是培育。上帝的工人是培育上帝的工人，所以特别伫今年本院的事工的预算是5900万，嘛毋忘借着正教会遐啲姊妹关心、带导、奉献，互原住民的神学教育伫这个经济、这个较弱势顶面，通得到正教会的帮助，嘛互咱真做集体。咱共同来为着上帝国来打拼。
无论你是平地教会，还是原住民的教会，山顶的教会，还是都市的教会，毋忘借着咱大家的关心甲支持，互咱共同体会使徒保罗所讲的：，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当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当快乐。这种圣道相通水的见证。最后，我要用一个真实的这个见证的故事来做我的这个结论。在布农族的宣教历史顶面，在70多年前，花东的所在，为什么有教会被建立？这是在1947年的时阵，孙雅各牧师有一天，伊就邀请一个这个少年的这个荷兰人的牧师来到伊的厝。当这个牧师，这个少年的牧师来到伊的厝时阵，伊就将这个台湾的地图拆开、展开，伫这个桌顶，甲这个少年的牧师讲：山的这边，花莲、台东这个山的那边。福音还未临到遐，你去吧，就安尼，你去吧。这位37岁，迄当阵37岁这个牧师，伊伫平地教会大甲教会牧会13档的这个少年的牧师，伊就顺服上帝呼召，离开大甲教会，为这个台东关山。经过真大的这个困难，为什么？迄当阵的交通佫真无方便。迄当阵因牧师因生5个囝，10岁、9岁、6岁、4岁、2岁。这个回忆录当中，伊写讲，坐火有火车就坐火车，若无就坐迄阵坐大卡车，或者是行路搬山过岭，来到台东的关山。这个少年的牧师就是胡文慈牧师，唔知大家有听过这个牧师胡文慈牧师？伊正着信，伊相信上帝呼召伊到布农族的所在。伊讲，信心是对所毋望的代志有把握，对这个袂通看见的代志有确信，上帝要做代志，所以胡牧师就照这个呼召。伊完全袂晓讲布农族的话，总是对头开始。特别因为这个语言的关系，伊个走去这个外国去学习这个语言学。语言学回来了后，开始帮助这个布农族来翻译圣经，用罗马字教布农族读圣经，还有五线谱、圣歌，这个代志。后来，伊嘛用日语沟通，母语沟通。上帝帮助伊，和这个花东的所在，开始建立教会，牧养遐教会，一直到今嘛。后来，花东的这个宣教历史，来到中部布农族，来到南部。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平地的牧师，总是伊愿意分享上帝对伊来这个祝福恩典，伊来到这个所在，帮助布农族通领受这个水的福音。亲爱兄弟，这个牧师已经在2010年伊101岁。伊完成的，伊伫这个世上的上帝，互伊泡澡的路站，伊流露真水的脚印，互布农族永远来笑脸。那亲像这个一粒种子落在土里，虽然死了，终是开启了，结出了许多的果子。即嘛布农族的教会嘛，愈来愈多。我相信是上帝真大恩典，正着愿意受上帝
这个受雕差派的这个人，将伊的福音传到其达角落。我相信伫今仔日，咱嘛领受即种的上帝来的话语，互咱通成做一个，互人因为咱的生命来得到福气。毋是咱有会使做啥物代志，乃是上帝使用咱，互咱来将上帝的福气分享伫咱身边需要的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要感谢你，你伫2000年以前，将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赐予阮，成做世上人的救赎，互咱借着基督的死骨活得到新的活命，信靠基督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这是阮人类上大的福气。上帝，你嘛拣选阮每一个人伫台湾的这个土地来生活。我相信有主你美好的旨意，互阮虽望无共族群，总是愿伫主的内底成做一家人。主你要互阮成做台湾人民，成做台湾社会以及台湾正百姓的福气。虽望阮真拄着真多的困难，总是阮愿意来转来到上帝面前来学习，阮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学习阿伯拉罕的信仰的生命，伫艰苦的当中尊主最大，逐肢体彼此分享三结连，心存谦卑顺服的心，愿每一个人努力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特别伫台湾的原住民的宣教事工。主啊，愿你使用阮，求主的祝福甲平安，临到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愿当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回应，来吟回应诗，圣诗第581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圣诗第581首，请大家起立，斗阵来吟。来吟全首吼。
来祈祷，感谢主耶稣，今仔日我们将阮所献的，去阮遮的金钱，请主耶稣来感纳，也请主耶稣继续纪念玉山神学院的事工，搁济济帮助甲允许，常常甲因伫的，请主来感纳阮的祈祷甲奉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我的报告。今日玉山神学院奉献的主日请大山教会丹那比马牧师来讲道圣安，咱甲谢多谢。请大家来为玉神来关心奉献啦吼。华语礼拜是徐航长老黄牧师去游梅。我重点讲者，5月29迄个福音主日，请迄个詹俊玉长老来做见证吼。伊业界保险业界的经济丰富曾经陷入7年忧郁吼，所以我感觉这个过程应该是真祝福，会使大家来参考一下，来邀请所有有兴趣的朋友，嘛是为着幸福小组迄个 base 的准备啦吼。本节第4点，本节拍算6月中要举办的迄个长职小组同工退休会，即摆延到第4季，因为疫情的关系。要第5点要招募圣山饼甲杯准备的东港2到3名吼。若有意愿的下兄弟甲预算干事报名。第6点，本节5月29开始要成立一个小组，要开始聚会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5月29迄个实体的聚会，然后但是线上的LINE群组呢，成立名叫做公园青少年家长小组，有意愿的会使来甲苏家豪夫妇、子嗣夫妇来联络心仪因咧做这个事工。奉献代志，阮幸福小组7楼影响因为这人本身都无伫去年合会预算内面啦，所以这算特别另外专案奉献，请大家来关心。下礼拜聚会，请大家来看。这是咱叶个金祝福切恳的诗歌，将一切荣耀归给咱的上帝。圣诗第386首，咱要所有的主祝福。Oh
上帝的祝福。愿上帝天父疼痛，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恩典、信心的帮助，互阮伫这个疫情的生活当中，保护咱每一日对时到永世代无间。阿门。